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伟民。俗语讲千毒万毒，唔值得还残图。嘛有另外一句话讲，做牛就拖，做人就磨。古早咧，咱讲牛哦是台湾人做事上重要这个伴啦吼。咱讲牛会犁田、会拖车、会洗石链等等这工课。若是较操蛋诶，这个工课拢爱伊来斗三工。不过咱讲，即阵科技工商业社会为主的这个时代，经牛种田就真罕得看起咯。咱讲原在伫台北淡水经营豆花店，甲即个囡仔佚佗物仔店的新国园，为着要互囡仔伫田园生活来大汉，登去到宜兰，甲挂工牛犁工这个事业甲打起来，开展复兴经牛文化，会推广体验课程，国泰民安农业兴，源流深长。台湾牛，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带来看新国园的故事。有心做牛，唔惊无犁通拖。不过前提是牛唔是出世就会晓种田，是人教出来的。嘿，较过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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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来来。好来，来，好来，我就靠耐心的吼，啊慢慢啊甲伊教吼，啊伊就会顺利啊，啊顺利，你若赢，安尼就有机会来用啊。重复的动作，啊用较顺啊吼。其实因迄个老一辈拢咧讲吼，牛甘愿无甘愿，就是讲做即种做熟经啦，就是咧经头熟油哦。吼，因为安尼其实安尼，若拄做的时阵会疼，啊也做久了吼。就结烂，啊，所以拖的时阵就袂疼，嘛表示伊就甘愿啦。啊，像即种拢还袂吼，做唔甘愿，拢无啥会入去。然后你咧叫伊行的时阵，伊嘛来后面来弄。新国园本来伫咧淡水卖佚佗物仔，即几年转来到宜兰种为饲牛，野牛、赤牛、加水牛拢总有10几只。有的牛吼，伊无想要配合你，伊拍死无爱配合你，就无爱配合你。你看像安尼，伊就是无爱配合你，知影？卡入去就袂使，就用迄落海就无爱卡入去啦。照咧讲，一只水牛拄挂上牛车，准备做事。牛锁啊无救好，就冲入去牛寮。我较慢咧，较慢咧。好。好，停起来，停起来。来，哇，你们就下去。哎呀，这就是牛，就是安尼，所以牛爱细腻啊。好来，好来，你听细腻，我袂脏。安尼嘛是受伤哦。哎呀，戆，来。讲到教牛，新国园的牛有一套方法，用大牛教小牛，唔那省时，阁省力。早期伫阮的年代，大牛伫头前做，小牛伫后壁。就像阮鸟头市外口迄，你会看一台牛车有啊，头前一只大牛咧做，啊后壁迄只细只牛啊，就是缀伫后壁。啊，那安尼牛拢足快教。新国园的好朋友高一兴。本来伫咧中华溪主饲牛，即摆嘛甲牛牵到总位做花做田。伊饲的牛拖甲拉拉，真够做事。go，走就是 go， 快点 go， 停就是啊哦，然后你要它快一点就嘘，就是模仿那个鞭子的声音嘛。那你要它慢一点就哦，然后配合拉绳子这样。工作中间你要时时去注意那个牛的状况，那种小细节。有时候苍蝇多嘛，它会比较烦躁嘛。那有时候可能天气太热，它不是不做，它是就是它有时候可能到一个极限。像我们犁田，它走回来就会比较快，为什么？因为出口在这边嘛，它这样往这边走可以去休息这样。对，所以它走回来，它就觉得要去休息，它就会走比较快。那我就知道它还能做。好，把这一块犁完，把这一块犁完哈，Go。
因为拉拉是第一头牛嘛，那它算比较可怜，有点算是一种实验的对象嘛，就是我们学习实验的对象。那我也不会，他也不会，所以我们两个都是从头开始就慢慢摸索。那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可能这个错误的方式就会造成我跟他的冲突很多。有时阵真久无做事的拉拉，一行入去田内就想要佚佗，一直说圆裤仔想要耍图。高一兴爱开袂少时间，才会当互拉拉稳定落来，开始做事。多问人家，因为还是有一些老前辈他们，你去问他会教你，可是你没有实际操作的话，其实你怎么听都不会。你就是多操作嘛，然后很重要的是，我觉得要找一头本来就会的牛教你。透过一届又一届的错误，一遍又一遍的顶来，虽然艰苦，嘛爱甘愿做，这是台湾牛精神。国台民间农业兴，原侵流长台湾牛。今日咱就邀请到咱这个台湾牛的这个代表啦吼，咱的郭元兄，你好。好，你好，阿斌好。是郭元兄，有人叫你另外一个名，叫做啥物？叫做牛公子。华语叫做牛公子啦吼，台语牛公主啦吼。啥你有这个名？哦，因为阮内底所有的牛拢有名，哦，但是阮所有的人嘛拢有一个牛名，是，所以有足侪趣味的，像嘛有牛宝宝啦，嘛有牛脾气啦，都甲人迄个个性各拢有合，是，嘛有，然后有一个嘛叫做牛鼻环。牛鼻犬，还有一个上趣味叫做牛屎，现在叫牛屎，趣味的，趣味啦，趣味，甲囡仔的互动的其实好势，所以牛屎这个是一个人，一个囡仔，一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大人啦吼。所以甲伊的这个个性嘛有关系，还是讲啊，趣味安尼甲叫就好。因为当初阮咧就咧想讲，到底大家要叫什么名啦？叫大家爱想一下，伊就想讲，这个牛屎这个名不哩趣味，甲大家真容易去扭进迄个记忆啦，是，所以才好这个名。尤其是讲，其实牛屎其实做路用的，唔是咱想的讲啊，牛屎就是草，伊牛屎是做路用的，真有路用的啦。所以讲，这个牛蛙这个记忆，甲牛其实嘛牛蛙记忆，尤其是咱讲这个牛的脾气，牛的这个性地无介好啦吼。咱讲看到这个影片内底，讲牛就安尼冲去，冲偌远。冲偌远哦，迄天冲差不多50公尺。50公尺。但是伊是加速快跑。是。咱掠落来掠袂到。是。啊，迄当阵，迄个牛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手啊无细力去掠伊。因为其实迄就是一个训练牛的过程。伊这只牛算是拄咧训练，所以伊也唔像一寡老伙咧讲牛要安怎使甲会用，就是爱伊互伊熟经。熟经就是讲，甲咱咧讲咱一个工课，咱一再不断的训练，一再不断的。练，咱就会知影讲，安怎去抓到迄个技巧，过来你就习惯安怎去做一件代志。是。当你未习惯的时阵吼，其实对牛来讲，伊是真唔愿意的。尤其是讲拄咧拖的时阵吼，咱像咱的手会结烂，是，对无？牛的镜头嘛是共款，就是讲伊拄咧做的时阵，其实未结烂，所以咧做的时阵，安尼打会痛。无爽快啦。无爽快。所以当伊做久了，迄个结烂起来了，其实伊安尼拖就无啥会痛。所以因老伙咧讲牛爱做甲互伊落落。互伊熟经，安尼伊就足熟手的啊，安尼就他用啊。真正是这个教牛，敢若爱教囝同款。教囡仔同款。所以这拢是这个经验的这个累积啦吼。头拄你讲到两个真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阿姑，一个是外公啦吼。因互你自这个淡水，倒来到这个咱讲宜兰这个所在啦吼，互你一个新的这个想法，新的这个开始啦吼。咱讲这个经牛的文化。伫遮，你2015年开始成立这个协会啦吼，还有一个咱讲到这个牛头丝这个部分，一开始做会真忝头无？一定忝头，因为尤其是这个时代人讲，你要保存这个文化，人会讲你保存这个文化到底是为着啥物？这个文化流失就流失，有啥物要紧？是你这就是去互机械淘汰掉的物件，为啥物你搁要来保存落？因为这个铁牛就出来，铁牛就出来，搁用牛安尼因为农牛正经。像阮安尼是坐落去做，真做忝头。所以人拢会一直问阮这个问题。所以当阮一开始咧推动的时阵，确实拄着足侪问题。足侪问题，当然阮会想办法讲，牛当然伊也落田去甲机械去比伊的价值，一定是无价值的。所以阮一直咧找出牛的新的价值。伊的价值到底伫倒？阮嘛最近一直咧尝试啦吼。像讲阮会去正经落田是逐人带你落去田的。像阮前2天办一个活动，把阮的一寡股东来带入去田的。这
互人正经落去田的，因为像阮甲一寡小农咧合作啦，小农咧合作，是，因讲伊其实因落田的机会无济，嘿，等到当阮开始教因咧用牛的时阵，因一定爱落田，啊，大家都参透迄个感觉，是，嘿，这才是正经牛的伊的价值伫遮啦，伊通啊，逐人带入来，是，嘿，啊，像阮有一届去活动。阮经过迄个所在，吼，阮经过迄个所在，厝边头尾大家拢探头出来看，看到，大家厝边就迄个楼顶招楼骹啦，吼，阿母招阿爸，啊，就紧紧啊画咧，就开始对阮行，看，就对阮去田咧看，啊，对阮去田咧看，本来真罕咧讲话交流的一寡人，开始大家就提照顾这个议题开始讲话，直接啦，嘿，直接，嘿，啊，就讲哇，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媒介啦吼，互人甲人开始嘛有一个连接安尼。是，所以毋难讲，这个要甲这个铁牛比啦，但是这个牛会当真做是咱讲的吼，人甲人之间会当互相搁牵起来一个真重要元素。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其实吼，这个牛啦吼，甲过去这个时代当然是无当比啊吼。即阵这个机械化啦吼，咱讲铁牛，但是你成立这个咱讲牛头丝这个上重要这个部分，就是讲毋那是一个传承。上重要是一个人甲人之间的这个过程啦吼。咱个讲到，其实哦过去这个牛期啦吼，可能这个阿公嘛真熟悉啦吼，尤其伊是这个做牛贩出身的这个部分啦吼。牛期咱讲过去会当买到真侪这个牛的这个农具啊，譬如讲这个牛的这个喙笼啊吼，这个牛的这个咱讲牛担啦吼，还是讲这个牛的这个部分啦吼，去买嘛是一个学问伫咧。你要了解讲你到底需要什么物件，你的担是大机啊小机，因为我第一届去用，我嘛唔知，我去买一支担转来，结果袂用尽。袂用尽是为虾米？原来有大担甲小担，因为牛车用的是大担，咱一般咧用的咧拖犁迄是小担，所以较早农业社会其实迄个牛墟伊是满迄个所有农的工具拢伫内底，只不过演变到咱即摆现代。这个牛墟已经慢慢咧转变，尤其是即马其实台湾剩两个牛墟尔，但这两个牛墟即马咧卖是啥物件？拢咧卖农具啦，农具甲一寡农产品啦，真可惜这，若过去迄种情，其实你牛墟看是规个拢是牛，大家拢咧买牛，拢甲牛相关的一寡产品，迄个真老一个真老的种，尤其是讲因咧买牛过程讲，有咧选牛，有咧安那饲牛啦，迄个景象是最好看。这个过程嘛是真心实啦，因为讲买到好牛，还是讲这个牛歹饲，所以来到牛墟遐，一概做一寡这个交易，嘛有这种情形。对，因为牛伊嘛有牛的性，人嘛有人的性，其实是拢爱搭配啦，吼，拢爱互相啦。所以当有个人伊去买到这只牛，就是讲，阮有一届去甲迄个牛贩啊去，咱即马佫有的牛贩啊去甲交流啦。咧讲吼，咧讲创人弄创牛，创人的意思就是讲，一个较谨慎的，吼，骹手较美丽这种人。伊爱用的牛，就是爱同款是爱这种牛，就是爱较谨慎、骹手较美丽的牛。你若弄一只粗粗的牛，互伊吼，安尼做拢袂顺，做袂顺啊。做袂顺。你若变过来嘛是同款，一个粗粗的人去用一只足紧的牛吼，伊嘛做袂顺，因为伊对袂到迄只牛。是。所以这拢是爱搭配。所以其实因去拣牛嘛，爱去试看嘛，讲这只牛甲我会合无？有影啦，较早拢讲牛墟后，伫咧选牛吼，譬如讲，若要牵一只，这个较粗样，还是讲较这个牵张有牵板这个牛哦，真正无遐尔简单。譬如讲，你爱看伊这个上有好无啦吼，聊聊看豆豆茎，譬如讲，爱先去看伊这个喙齿，对，喙齿有啥物遐重要？因为喙齿吼，他看出这只牛是几岁，所以因一开始因为伫农业社会来讲，牛的劳动力是上重要。劳动力，但是牛是有生命，所以伊到底有够偌济生命，通付出伊的劳动力，这件代志是足重要。所以为什么爱去望伊的喙齿，就是讲爱知影讲，这只牛差不多几岁。一开始因会先来牛的喙齿掰开。牛较特别就是讲伊的前排只喙齿啦，前排只喙齿有掰起。是。掰起伊会换牙。咱来看讲伊换几起，咱就知伊差有几岁。当讲这喙齿拢换煞了，换煞了，咱就无法度为换来看，所以咱就爱开始望后壁，望后瞻，这叫做望嗅。手就爱藏入去后壁去望。会嗅的嗅。会嗅的嗅。藏入去望看伊的喙齿磨损的情形。所以咱咧讲这个过来就是爱看伊这个体格，人讲看伊这个生长啦，有人讲这个买牛搞毛。
啊，有人讲这个山牛搞偏骨，嘿，对对对，有人安尼讲啦吼。其实你嘛有真侪种讲法，亲像讲这个红眼甲什么？加水型啦。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阮阿公伊留落来一个建牛的一个迄个口诀啦。是。伊就讲红眼加水型，就是讲红眼，伊咧讲红眼的牛会较巧。是。吼，会较乖。吼，啊加水型就是讲伊的这个胸坎会较大粒。是。吼，啊胸坎较大粒吼，什么原因咱唔知，但是咱咧推。咱咧药啦吼，有可能就是讲，因为伊发育较好，吼，咱的迄个啥细胞咱有较开，咱内底器官是较完整的，吼，红眼加水型，是，啊，过来姜片大骨龄，拄仔你讲的迄个片疗一定要较姜型，是，敢若咱的弓箭共款，弓起来，系啊，弓会开，安尼代表这只牛伊是较健康的，啊，而且伊食较会落的，是，吼，红眼加水型，姜片大骨龄，啊，大骨龄就讲伊的骨啦吼，咱的骨拢无大细肌。较大肌就代表伊较用，红眼加水用姜片大骨龄，四腿落裤，四腿落裤就讲腿裤，迄个腿吼爱像猪安尼落裤，吼，安尼就较大肌，安尼这只牛伊较有力，是，吼，因为要犁产，要犁产，要拖车，所以无力的牛吼，你做无偌济工课，所以一定爱四腿落裤，代表伊较有力，吼，啊过来烂肚深经，吼，烂肚就是伊巴肚。爱烂安尼，哦，代表伊足够食，所以伊胃口好，胃口好伊就有力通做，吼，啊烂肚啊深经就是讲伊的经头会较深，是，吼，为什么经头会较深？就是因为咱牛拢爱挂单，才好多做工课，嘿，啊所以经头深伊才好挂单，是，安尼才做工课过程中才袂去落去，是，嘿才会顺，嘿，这就是较早顶牛的一寡口诀。真正啦，拢是这个处拢是这个学问的啦吼，所以咱要带大家先来看讲，其实咱台湾这个耕牛的历史哦，真正是真久啊吼。但是咱讲到这个机械化这个影响，铁牛的出现，导致咱讲这个行业吼，豆来失传，不过有这个咱讲国元兄这个部分吼，该维持掉的。不过咱就先来带大家看讲咱台湾耕牛的历史。选一只甲家己会下的牛无简单，除了选性地，阁爱选健康的牛。安怎选是一门学问。较早咱牛墟内底吼有一个伊的耕牛的过程啦，吼伊是为蒙受试播、考车试的啦，吼啊蒙受主要就是讲要看这只牛的迄个啥，伊到底伊几岁，吼啊所以因蒙受吼，因就是因的手撑入去吼，啊咱即摆看有无看到牛的喙齿有无，吼啊咱看到这头前是毋是背齿？吼啊，这背齿吼已经换过啊。咱咧看做就是背齿拢做大齿对无？伊也较还未换过，喙齿就较细齿，就甲咱人咧换牙共款。就咱喙齿拢四角安尼有无？所以一开始是四角，所以你望到四角，我即只牛还阁不哩少咧。啊，咱一直食物件，一直无顺的，一直喂有啊。伊本来是一个做多边形，啊，过来变做一个印，敢若咱的迄个印章共款，变做一个四角形的。印了过来变做猪圆的。哦，咱喙齿无变做圆的，海当阵做猪，啊猪吼就代表这只牛足老啊。来，哦，阮阿公有留一个迄个耕牛的迄个口诀啦，讲吼红眼加水型，吼姜片大骨龄，四腿落裤，烂肚深经，一个是红眼啦，就讲看目睭啦吼，红眼的牛较巧，两眼的较戆。啊，所以爱经红眼的，所以伊较巧，伊就知影讲你到底要叫伊创啥。啊，过来加水型吼，就是即粒，伊的意思就足大粒，迄个胸坎足大，就敢若咱人啊，迄个破面安尼揪安尼无。吼啊，咱若较抬头形象，咱的迄个内脏是毋是生了较完全，所以就代表即只牛较有力。啊，来姜片吼，姜就是吼咱的骹只片有，咱的片料有，爱像弓箭安尼。吼，就是伊个片料安尼圆安尼有无？啊像姜安尼啦，吼安尼就代表讲即只牛吼，伊较食会落，吼伊迄个骨骼发育是健全的，吼啊伊个内脏内底是健全的，吼啊大骨龄就是即个骨龄，咱的骨头大肌无，吼咱骨架较大的人就较有力嘛，伊较勇嘛，嘿，吼姜片大骨龄啊，所以咱拢拿去看伊的即个物件，吼啊过来四腿落裤，咱拢腿裤有无？迄个腿裤爱足大足水，就像猪安尼有无？吼啊，咱来看就是咱的牛吼，你看安尼即只后壁，吼啊算袂歹，吼伊的腿裤安尼有落，吼四腿落裤，啊过来深经烂肚啦，深经就是讲吼，伊即个经架头爱较深咧，啊为什么要较深的？就是讲因为牛拢爱拖物件，所以伊的经若较深的吼，伊咧挂迄个牛担啦吼，牛担挂落去吼，伊才交会掉，才袂凸去。深经吼，啊，过来烂肚，
烂豆就知影讲哦，这只牛胃口最好，所以食个巴肚拢圆圆，青筋烂豆。嘿，这就是安那看牛。台湾是一个渔垦的一个岛屿啦吼，岛屿，所以当初是几600年前吼，那个迄个汉人对中国来的时阵吼，当然开发一定要有牛啊，所以当初是吼，是对中国迄个引进牛啦、跟牛啦吼。后来荷兰人来吼，因看到本来是将台湾当做一个啥转口贸易啦吼，嘿所以看到台湾吼。还未开发所以因就想到要种米甘蔗，当然嘛需要牛所以因对迄个印尼迄个引进迄个水牛啊，伫高雄台人伫遐放牛食草，迄阵叫做牛头狮。拍开300年前的台湾古地图，金牛的形影出现伫眼前。曲老师大概甲学生讲台湾牛的历史，伊拢会对这张古地图讲起。其实咱若看到康熙年间大概18世纪初的时阵有一个康熙古图其实内底你也看，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哇，足济拢是牛甲牛车所以若牛的所在代表是迄个所在已经开发啦。当刷过台湾，不管是毋望讨等新生活的老百姓，也是清朝派来台湾的文武百官，拢爱靠着牛车对大江内海登陆台湾，开垦农地，搬运货物，搁较免不了牛的劳动力。变成甲牛逐工斗阵了斗阵了足侪话拢是甲牛有相关的牛若过身后会好呢，也是像阮阿嬷有咧讲。牛若甲卖卖隔壁庄，看到牛仔母佮倒来头早去看，倒来看迄个牛仔囝，哇目屎看到会好目屎糊糊的，所以会当代表讲台湾是毋是对牛其实毋是敢是耕作迄个一个劳动力劳役其实嘛对牛有一个感情较早牛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有牛车牌。若是发生牛车祸，就按照车牌找到车祸的主人。英国农业社会需求真大，在日本昭和时代，至少有84个牛墟，包括成化、盐水、北港拢有。较早牛需求量真大甚至爱轮班大班、中班跟夜班拢有其实迄阵。其实要一只牛其实伊毋是讲逐工有交易大家拢有分配。比如讲北港迄、善化迄拢无共，北港迄是369，善化迄是258。即摆的牛墟只有几个卖农具的单位，阁会当看到牛丝啦、牛犁等等的用具。早年交易牛的盛况，如今敢若会当透过老相片看到。还有牛的性地，牛若真个无爱创啥，你是牛无法。有的牛翻到什么程度，伊倒落去无爱起来就无爱起来。所以若真个牛若性地来你无法，你就是无法。像讲大牛虽然讲有牛皮欠，若真个伊的性地来，你救伊嘛救无法。俗语嘛有咧讲，有心做牛免惊无犁通拖啦吼。咱讲牛甲台湾历史这个发展真正真有关系。但是咱讲随着时代变化，这个耕牛的工课真正较失传啊。但是咱即阵有这个耕牛文化协会，你是理事长，对，有几个会员？咱目前会员是无济，但是咱饲牛也算袂少。是，虽然看起来是5个人，但这5个人算无简单。无共款的这个专业，无共款的专业各人用各人的方式咧杀这个耕牛文化。是，像讲咱有一个咱老前辈啦，咱伫个中华迄个丰原的迄个海牛文化。海牛，咱的卫清水为大哥。是，伊已经做这个海牛文化已经做几十年。伊推动的算不离成功，嘛是阮这少年的学的迄个模范啦，模范是，过来个阮有一个，阮的曾理事长，阮曾理事长伊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伊用艺术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耕牛文化，伊种一阵啊画100道不离离啊，就是画100台湾的图，但是迄100道安怎画咧？伊是用牛犁去画出来，所以伊定定咧讲伊是
土地当做一张画布共款，啊，这张牛咧就敢若迄个画笔咧，是用这张画，用这支笔来去画迄张图，啊，所以伊用伊的艺术的角度来切入来推广这个京剧文化，是，啊，阮咧搁另外一个咧，阮的花香米啦，花香米有一个林家良，啊，伊是专门咧修理有迄个京剧，迄个老京剧的，啊，这老京剧其实就是咱这的老花啊，伊年岁较大。所以无法度继续照顾这个京剧，因为照顾京剧其实是做甜头的一件代志。有影。啊，但是因为这个牛对因已经是不离久啊，所以这个老伙仔其实嘛无忍心讲，但这个牛袂去哦，牛反正袂去抬，真拍算。真嘿啊，所以嘛唔甘。唔甘啦。啊，所以伊会挑工去找讲有人会要收留这个京剧的无？啊，拄迄个因缘较好啦。啊，所以阮的迄个理事准啊，把这个京剧准啊，收留落来。啊，目前这有饲2只。正健甲正源吼，饲伫咱的迄个婚礼遐，是，嘿，啊，过来阮有另外一个吼做拖拖拉拉牛跟队长，吼，咱的高医生啊，伊专门是咧学京剧这件代志，所以伊一直去甲这老伙仔去交流，去请教老伙仔讲到底要哪理财，到底要哪教牛，啊，牛这个问题是要哪解决，牛要哪饲用，吼，伊做用心的，这用心伫这个牛这顶头的。哦，啊，我的部分阮是一个牛头师啦，牛头师主要阮是以教育为主啦，是，哦，啊，所以阮有一个牛头师的京剧小学堂，哦，啊，阮会甲学校去配合，去推动这文，推甲囡仔去上这个课，互囡仔了解讲，京剧过去伊的农业社会是啥物情形，啊，甲牛伫咧田里做工过是啥物感觉，啊。过去的农业社会是个生做啥物情形？啊，伊通互咱现代人啥物思考，互咱现代人啥物无共款的刺激，哦，这是阮牛头师咧做的代志。是，所以你安怎交流直接咧？阮三不五时像即马高医生就伫咧阮遐啦，伊伫咧阮遐啊。阮三不五时像我后礼拜爱落去新竹，爱去帮阮迄个经理事长遐帮伊礼餐吼。伊后礼拜办一场活动，啊，迄场活动就是希望讲有几落个。迄个西牛的会伫咧田的吼，迄个画面看起来就是几落西牛的，甲几落只牛伫咧田的咧做工课，吼啊边啊吼有一寡音乐家配合一寡音乐家来迄个演奏，嘛是另外一种艺术啦，嘛是另外一种艺术，吼，这就是伊的方式。所以这种这个京剧的这个文化吼，有遮侪人无共款的这个专业落去做，啊嘛会使实现伫恁这个教育现场内底啦。对。咱讲到这个其实成立这个牛头师啦吼，咱讲。牛就是上重要的这个部分，牛是上重要的这个资产啦。其实有一只牛嘛真不行，是安怎来过往去？这只牛吼，伊其实对我吼对1年啦，这只嘛是阮第一只饲的牛啦。啊，有一届阮来看咧田的，是吼看咧田的，啊看咧田的，互伊食草，吼啊食草阮就转来，啊转来后来要去来看转来时，发觉讲伊怎啊倒伫遐啦，啊倒伫遐。阮就咧想讲，到底是啥物原因啦？吼啊，因为其实有足侪一寡老伙仔拢讲吼，牛吼爱设立迄个草稿。草稿。华语讲这个螳螂。螳螂，华语讲螳螂。为什么讲草稿？就是讲，因为草稿啦，伊的腹内有一尾虫，铁线虫。铁线虫，所以伊讲伊会冲出来，伫伊的胃内底咬啦，骨架，爱来拄好破。吼啊，但是当然科学的研究倒无一定讲有可能是安尼。是。吼，但是那。以老伙仔讲法，甲阮安尼对照，有敢若有较像老伙仔咧讲迄个，啊，但是实际安那我嘛毋敢讲啦，啊，只是讲，去拄着即件代志，讲实在嘛艰苦几落工啦，吼，因为其实伫咧饲牛真前，阮有去访问这去了解这文化，去问一寡老伙仔，其实拄着老伙仔拢讲一个问题，讲其实牛咧当牛过往的时阵，这老伙仔其实拢做毋甘的，吼。啊，所以其实咧饲牛之前，咱嘛有做一寡心理准备，就知影讲，总有一天咱会拄到一天。只是讲毋知影讲，安那会遐早去拄到啦。是，所以真正，咱讲牛本地是要对这个人啦吼，可能嘛是对真久长的这个部分，但是想到伊因为可能食到这个草稿啦吼。可能安尼过往，真正嘛是唔甘啦吼。所以咱讲，其实啊，牛头拄仔你讲的，这个协会内底有遮侪这个专业背景的人啦吼。比如讲，咱讲这个救京剧的这个部分，这个教育是一回事，是饲的是一回事啦吼。饲的部分真正是唔那是忝头尔，这个爱开的这个时间，爱足长的啦，因为毕竟饲牛是一个活物啦，伊毋是甲家己共款。是，哦，像咱家己咱也洗，咱剃骨啊洗，咱等于厝咱就安那放就好啊。是，你插嘛免插去，啊想到啊，咱要用的时候，咱也加一寡油就好啊。但是牛无共款，就是你逐工爱来饲，
吼，啊，你过来你逐工爱清伊的牛屎，吼，啊，你逐工爱来牵出牵入，吼，你嘛袂当一直来绑伫遐，是，吼，你爱带去散步一下，去行一下，安尼，当然上好是有工课好做，吼，安尼是上好的，是，所以伫个牛的饲牛了后，才发觉讲，哇，饲牛爱开足侪精神，爱开足侪时间，毋是甲机械无共款的，所以为什么牛会向淘汰？其实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嘛是安尼啦，吼，因为牛的伊的活动空间嘛需要足大，真大，所以你正要饲一只牛啦，像即马都市来讲，要饲只牛其实是无可能，找无这个所在，找无这个所在，啊，你也是较装卡咧，吼，才有即种机会。但是饲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吼，咱即马拢会感觉讲饲料做垃圾的，吼，啊，所以但是牛的饲料佫特别济，因为牛一工食50公斤的青草嘛，吼，啊，伊放一工放要30公斤，所以其实伊的迄个物件放出来物件足济，所以这拢是一个问题点，吼，拢爱去克服。所以饲牛是有足侪困难点的。是，所以咱头拄仔嘛讲着吼，即个牛头虱啦，当成立的时阵，嘛拄着一个困难。头拄你讲即个，伊的食食真济，伊放出来物件嘛真济，所以迄当阵是有人去抗议的。应该是讲，阮伫个初期咧要设点的时阵，其实咧找点迄个过程中吼，经历足侪问题啦吼。啊，像阮若找着一个点，逐人讲阮要饲牛，啊人就讲安尼唔通，伊讲安尼会臭，是，我就讲要饲2只应该是袂啦吼，啊但是伫个人的印象中，就是感觉讲饲动物就是会臭，尤其是恁咧饲这大型的，吼，啊尤其是阮人讲，阮是要做经营啦，阮敢要饲几只呢？是，伊讲卖骗啊，你一定要饲一堆的，恁是要饲肉牛，我来讲阮毋是要饲肉牛，但是无效，人就是有种既定的影响伫遐，所以一直来阮。拒绝啦，啊，所以阮伫个找牛的过程中，其实换过几落个所在，拢一直袂顺势啦。啊，后来才去到，才想讲，好啊，无先卖去想别个所在，就先饲喺厝诶。是，啊，所以就简单用一个所在先饲2只伫厝诶。所以当阵饲了啦吼，就是讲刚开始学的时阵，嘛是讲爱回归到较早即个阿公时代，啊，个即个阿姑时代，因为即个经验爱豆放互你啦吼。对。但是浸头4个。除了这个选地点以外，选伫厝，啊，尾还要解决物件，还佫真济。佫足济吼，像讲要食到底要哪有食？因为一开始我嘛唔捌，吼，因为毕竟自细汉到大汉唔捌饲过牛啦，所以到底伊的一寡生活的打理要安怎做，我嘛唔知影。啊，所以一开始上，啊，佫拄着迄段时间，阮也拄拄破病。哇！哦，啊，所以我变成我家己人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拢无经验，我嘛唔知要哪做。是。所以只好伊若讲啥，我就家己去想办法，然后就去铺草。哦，啊，就是无就是牵牛去食。哦，但是定就是讲牛牵的，因为迄当阵拄好一对母仔是饲一对母仔囝。是。哦，啊，大牛腹咧，母仔囝就开始黑白撞。啊。黑白撞啊！一开始想讲啊，黑白撞，伊伫个老母伫边仔咧，伊无要紧，啊，所以就无参与。结果。无偌久，开始愈来愈大只了，伊开始愈走就愈远啊。愈走愈远，怎啊去吞大人的迄个人的作物啦？是，啊人就来骂啊，人就来骂啊。啊，咱就知影讲啊，袂使安尼牛仔囝买放，但是因为牛仔囝无更片，所以其实你是放无啥会掉的。是，啊，所以这个问题拢是阮一再去克服的。后来就讲啊，你尽量就卖让牛仔囝放出去。是，所以人咧讲这个更片嘛是有伊的原因伫咧。对，嘛是有原因伫咧。所以更片其实你头先嘛有讲过。更片的时阵，爱先经过啦吼。嘿，爱先经过。是啊，尾啊，知影伊这是啥？为什么真正是更片了后，伊都较好管教？好，因为更片了后吼，其实咱咧控制拢是靠这个牛片啊。迄条索就是会夹伫个牛片圈遐。是。啊，牛片圈小揪一个会去弄到伊的片啊，软骨的所在。哦，所以伊会刺激，伊会疼啦。是。啊，所以伊就会停落来。哦，啊，咱袂普通时，咱袂去来揪啦，咱拢袂去来叮当。哦，咱有咧叫伊创啊，伊实做唔对时，咱才会去来叮当。是。啊，所以若无迄个物件，其实你揪无法。人讲，牛的性地，牛若真个无爱创啥，你是揪无法。会啊。哦，因为我捌听过一寡牛员咧讲，伊讲哦，有诶牛吼，翻到啥物程度，伊倒落去无爱起来就无爱起来。无爱起来，伊讲，嘿，无爱起来，伊想想办法，伊怎啊放火来烧，结果迄只牛嘛无去插伊。是。啊，但是你嘛惊迄只牛死，啊嘛是，伊为这个无叮当，你嘛是跟它烧起来。嘿，啊，所以若这个牛若性地来吼，你无违法，你就是无违法。是。嘿，啊，像讲大牛吼，虽然讲有牛片圈，若整个伊的性地来，你揪伊嘛揪无法。是。哦，尤其是我听伊讲，若像讲牛公啦吼，因为牛公会笑嘛。哦，牛公咧笑的时阵吼，你要紧来放开。啊。无你揪伊无法哩，你人会受伤，吼，啊牛公就可能哭撞，吼，啊就是烧焦创啥，吼，啊咱人是揪无法哩，所以你只要当放弃，你去徛那边看咧，
等于拍到甘愿啊，因停起来啊，你才好落去来看。是，啊无咱人做危险的。哇，这拢是这个饲牛的妹妹角角啦吼。自你讲2015年成立这个牛头饲这个部分开始啦吼，甲当这个适当啊，这个咱讲的这个经验是豆豆累积起来吼。尤其咱讲咧做的就是这个教育文化这块啦吼，安怎互这个文化继续流传吼？尤其咱讲是爱互这个少年辈更加认捌这个文化啦吼，尤其咱伫这个国校内底嘛推广真济，咱就想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会当个恢复过去，咱讲真正下面伫个庄卡，才会当看到这个景象，伫咧这个国校内底就看得到，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来，摕，好来。以前一个最重要就是讲牛车啦，其实咱较早的运输拢用牛车咧运输，所以较早咱农作物咧收成的时阵，咱就会去用牛车去拖。其实咱较早的老伙啊，因咧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啦，所以出门是驶牛车出门的。驶牛车出门所以伊是变做迄是伊的交通工具所以也要要出去街啊买一个物件，就牛车留咧有就拖出去洗一下啦。跟咱即摆咧驶车一模一样所以牛伫较早是甲人的迄个啥，迄个生活是做密切关系。大学毕业无偌久的游玉婷，进前做社工员，即摆转去到故乡宜兰，选择伫遮做工课。伊讲牛真巧，皮甲若像囡仔。因为阮有时阵会放迄水牛去外口耍，阮就先放一只大牛出去。因为其他的迄锁还袂放，然后其他的牛，迄只牛出去就伊就一直安尼挖头，一直叫，想讲，你拢无爱出来，你就会看到一寡真好耍的物件。不过迄真正是你爱甲因斗阵做伙，你才会发现一寡真趣味的物件安尼。有的做事有一定的习惯，做餐了就爱休困，放通济有时阵嘛会烦。热天需要吹电风，牛的性地嘛歹控制。不过老做事人拢讲，牛甘愿死伫田内，嘛无爱死伫牛槽。你有时候看他眼睛，你就觉得牛眼神有一种哀伤，你知道？我不知道别人感觉不感觉，我觉得那种是一种被时代遗弃的哀伤，这样。你就觉得当初他消失的太快，就是这好像不是他应该有的下场的，就是他过去为农村就是付出很多的。烦恼根据文化消息，高一兴甲赤仔比准产业文化协会合作，带着拉拉行入溪州乡的小学啊，互农村内的囡仔认捌到根据文化。你们知道为什么水牛这么喜欢滚在泥泞的土地里吗？其实泥巴在我们人的身上，或者是在水牛的身上呢，它有一个隔绝热的效果。囡仔看到牛会好现的围起来，面对千群人的时阵，牛可能会紧张。先不要一过来就扑上去这样，先让它闻一下你的手，熟悉一下，知道吗？那如果它有做出不好的反应，比如说它低头的话，就是对你有警戒，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后退。就是说，当它不要你靠近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先跟它保持距离。记得不要太激动哦，动作也不要太大哦。我们要温柔一点的跟水牛做朋友。虽然住伫农村，囡仔已经少少甲牛有遮尔亲密接触的机会。它的身体很大，然后坐上去的时候，它的身体是有一点烫烫的，然后很开心，第一次跟牛接触。新国园高一兴这两个少年辈拢愿望设一个金牛专区，让金牛文化会当代代传。国泰民安农业兴，原侵流长台湾牛。哇，真正这个学生啊，真正
真幸福啦吼，会使看到较早咱这个时代，尤其咱讲这个都市囡仔真正看无，咱伫宜兰这个遮，还佫会使保存遮这个部分。教育这块真正真重要吼。自1年开始，到6年啊，因为这课程完全无共款啦吼，啊嘛要教因这个台湾牛的这个历史，还是讲这个牛来经牛这个历史，甲这个台湾吼文字这个部分，真正是有小牵连的。嘿，是因为牛吼，伫咧农业社会算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工具啦。是。哦啊，所以牛伫咧农业社会其实是甲咱台湾人是足接近的。是。所以咱足侪咱的生活、咱的日客俗语，也是咱的一寡用的物件，其实拢甲牛相关。像讲咱的厝，较早的厝一定会起一间牛条。啊，有影。因为一定要饲只牛，所以你一定要起牛条。啊，较早囡仔生活一定要去看牛。是。所以咱讲放牛囡仔，放牛囡仔，为什么？因为用的时阵，大人就讲，囡仔迄只牛看起就饲饲的，爱就爱看的，爱看去牛埔嘛。所以为什么叫牛埔？牛埔就是遐草特别济。所以大家囡仔拢会看去遐，看去遐了就囡仔就来牛放，互牛家己去食。是。囡仔就算家己的。这是看牛囡仔。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景牛吼，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就是讲景牛文化甲台湾的迄个文理历史是平等的。是。所以咱拿为这个部分去看出讲，咱台湾甲牛这个相关的物件是有啥？是。所以咱的台湾足侪物件拢其实是甲咱这只牛相关的，只不过讲因为咱这个铁牛啊入来了，咱开始用铁牛啊了，咱这个文化渐渐的流失。是。渐渐流失，所以阮会想讲要做一件代志，把这个物件保存落来的原因是这。是，所以吼国口啊1年啊生这个蒙牛，接近牛，接近牛，可以唔惊牛啦，因为毕竟这年大只的动物啦吼。是足恐怖的，因为我第一届看到吼，第一届去接近牛的时候，我嘛足惊，因为足大只。是。但是慢慢你熟悉牛了，才知影讲，牛足温顺的。其实牛伊袂人伤害啦，无啥会人伤害。除非讲伊拄到某一寡特殊的症，伊才会人伤害。若无，其实牛伊就是徛踮踮伫遐呢，因为袂安那啦。是。所以1年啊，会为千金开始啦。千金开始。千金开始，慢慢的讲，我接受的就是讲，阮会互伊摸牛屎。摸牛屎。摸牛屎，这是一个挑战啦，因为咱印象中对屎这个印象是足歹，是，但是其实牛屎伫咱讲农业社会是足好用的物件，伊通啊固壁，土甲厝的固壁，咱较早若土甲厝拢一定爱固下，因为较早，伊是要防止迄雨水在土甲湿落。搭样伊，因为土角伊无像咱即摆砖啊，甲经烧过袂样，伊土角若摸到水会样，所以咱会先固一沿迄个牛屎伫遐，牛屎吼，伊摸到水伊嘛是会样，是，但是样起伊就去片牛屎落落来呢，落落来了，你就爱去补，你才可以补，所以你固牛屎，所以牛屎伊通做咱的建材，是，伊嘛通做咱的下巴啊香，咱较早阮阿公因拢是。因为较早牛饲济，所以牛屎就济。牛屎济吼，因就来吐一寡去晒，晒到打了吼，因为暗头啊，尤其是蠓虫上济，蠓虫上济就点一寡牛屎，是，点落伊就转烟，转烟了，迄个蠓虫就走啊，伊嘛通做蠓仔香。过来，咱伫咧平哦，因为平哦过去哦欠茶火啦，较欠火茶啦，因为平哦是一个海较细海岛，是，所以伊啊风安尼透，伊大树啊大袂济啦，所以其实因足济是去捡牛屎来烘火，所以伊嘛通做火柴来使用，所以牛屎伫咧农业社会是足好用的，尤其是讲，阮若讲因为牛饲济，所以因会去做土粪，土粪，啥物叫做土粪？就是讲，你即摆讲啊叫做有机肥啦，有机肥，但是较早人叫做土粪，就是搭牛屎、甲牛尿、甲牛食无食剩的遐物件去炖到某一个程度，它吐出来去。放互伊家己去发酵啦，发酵到一个程度好的时阵，伊就是天然的有机肥。这有机肥上尾还佫当伊产的，做咱产的内底肥料，一个循环。所以伫咧农业社会内底，其实拢无一个废料。咱敢想讲，咱即摆咱食，咱拢食米嘛，对无？你会想讲，迄个稻草咱敢无食？咱敢有食？咱无食。稻草要种啥用？那咱即摆咱可能来芳落去产的。是。那过去通互牛食，这是通互牛食，所以。咱咧食番麦，爱番麦果咧，番麦果咱人无可能食，迄拢互牛食，互牛食。牛伊也食剩咧，遐片入去牛条，就通做土粪来用。这上尾还佫等于产咧，佫做伊的肥料。这就是较早农业社会一个循环。所以嘛吼，这个少年辈，这个囡仔吼，去认捌这个循环，这个背景吼。其实咱讲。
除了这个互因接近牛，还是讲这个牛屎去亲身去甲摸，啊嘛爱清牛条啦吼，这部分真正是训练甲真足啦吼，啊其实佫有这个牛经手的这个训练，互因亲身去做犁田，哦，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活动。因为其实过去的囡仔安那训练的吼，过去安那囡仔训练，伊就是讲大人做，伊就对你边一直看，一直看啊，大人感觉伊会使，就叫伊起来做，吼啊，所以其实训练人甲训练牛拢共款吼，我听阮阿舅咧讲，其实较早的经验就是讲，较早要安怎训练牛，一定是迄落牛母伫头前咧拖，啊，只牛仔囝就边仔咧看，对咧看，吼啊对咧，反正牛仔囝细只伊袂学袂走，啊，伊就慢慢看，看甲伊差不多1、2年开始有法度训练的时阵，伊嘛看甲差不多啊，所以伊的口令甲伊的动作，伊嘛慢慢熟悉啊，吼啊，所以伊嘛知影讲，大家做啥物动作，做啥物动作。啊，所以当迄当阵你来训练，你就做好训练。啊，所以其实咱咧想讲农业社会嘛是这个经验。是。咱农业社会囡仔拢是对老爸老母咧做的，就是老爸老母拢讲爱惊做工课，囡仔都爱对去。吼，不管是赶地啦，是讲去摕一个物件啦，吼，较辛苦的工课，慢慢啊一项给它捡起来。是。哦，啊慢慢这囡仔就知影讲，这工课要安怎做。哦，这就是咱农业社会安怎去教囡仔一个方式，甲咱即马工业社会无共款。吼，咱即马工业社会拢是。大人去做工课，啊囡仔去上伊的课，伊是分开的，是无共款的。所以透过这个牛头丝啦吼，做着教育这块啦吼，保存落去做，咱搁继续讲着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这个牛头丝，伫3月开园的时阵，另外一个就是讲哦，亲像你会使去做一寡这个体验推广的这个活动，除了这个国考以外，若是讲这个都市爽啦吼，会使来到宜兰遮，会使做啥物代志？会当做啥物代志吼？阮一般入面，阮一定会互人先亲近啦吼，因为你无去先亲近，因为你对牛是无感觉吼，所以阮会去互人去饲牛，吼，互人去了解牛。啊，阮嘛会讲出一个趣味的故事，会讲一个讲水牛甲黄牛因换衫的故事。换衫，啊，这个故事讲了后，你就永远会记得讲水牛大概什么情形，赤牛是什么情形。嘿，啊，结束了后，阮就会互大家去犁田，吼，互大家亲身甲牛伫咧田里去做工课，你去体验伫咧讲。伫咧田咧行，甲咱伫咧路行是感觉是无共的。尤其是当你开始咧行的时候，你搁爱牵一只牛，摕一个犁，互迄个感觉更加艰苦。嘿，啊行2转你就知影讲为什么那会遮忝？为什么做田那会遮忝？体验做适人的这个辛苦啦。嘿，做忝的。嘿啊，不过咱看到这个嘛是真侪这个趣味的这个部分啊，亲像讲用这个牛屎爆米香啦吼。嘿对。这是安怎做？这是安怎做？这其实就是阮拿牛屎拍互焦，吼啊互大家一个火炉。吼，啊，用牛屎做火柴，嘿，做火柴，啊，恁家己去点，点到了吼，安那去磅，把迄个米香来磅起来，嘿，啊，这其实这件代志其实伫农业社会是做事上的，因为较早咱是用大灶，是，吼，啊，所以咱拢爱去起火，起火是一件做困难的一件代志，吼，啊，当然当你熟手，你知影哪起火，但是当你无熟手的时阵，你会拄着做趣味的代志，就是因为起火有爱笨嘛，是，吼，啊，咱即摆人袂晓笨，你知影？本落去咱那里数，数咱牛屎数入去，是，对，啊，这拢是做趣味的代志，可能伫这关就卡掉呀。嘿，对，啊，过来就是讲，那点落去那火拢袂倒，点落有火啊，但是火那烧一下就无位，是，哦，因为你无去为细开始去摆，哦，你袂当一开始就互伊一个足大的物件去烧，安尼烧袂起来，烧袂起来，啊，所以这拢是过去的一寡农业的一寡。啊，讲过去生活知识尔，但是对即摆人来讲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因无这个生活，无这个生活知识，所以咱即摆迄落撇者就倒啊，吼，拢无共款啊。所以除了吼，互因做犁田吼，实际这个犁田这个动作以外，个因用这个牛屎去做爆米香，然后另外一种体验。啊，尤其是这个香火这个动作，是个较趣味的。啊，尤其是阮阁有做一寡，讲一寡。其实阮像阮学会吼，拢会去采访一寡老农。其实阮有采访到足侪趣味的故事啦，嘛有足侪感动人的故事。哦，像讲阮听到一个老农伊咧讲，老伙啦，毋是老农，老伙啊。伊讲哦，因为伊即马差不多70、80岁。是。哦，伊讲哦，伊细汉的时阵吼，伊细汉的时阵，因为伊算高读册。啊，高读册有一届就拄好要读高中。哦，以前读高中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啊，而且要读高中，你嘛要一笔钱。有啊。吼。啊，所以当伊考了高中的时阵吼，因老爸就讲，无要紧你去读册，啊，伊就来老爸讲，啊钱要打来，嘿，啊老爸讲你免想啦，吼，啊因老过无偌久吼，因老爸就摕一笔钱互伊，讲这摕去交学费，啊就讲
哦，伊足欢喜的是讲通去读册啊。是。但想到伊怎走去牛寮去看，牛咧，牛无去啊？牛无去啊。哇，伊就足伤心的，所以伊就一直把这件代志记咧。记咧啊，所以伫伊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伊安尼奋斗了，伊伫深深挂念这只牛啦。啊，所以后来伊即马像即马年纪已经是有一个成就啊。啊，伊就想讲，伫这个文化当中，伊是毋是通倒推动一下？因为这只牛是。甲伊的一生帮助上大一个件代志，这只牛家到消停起来，啊，这就是其实这种代志伫咧农业社会是足常发生的，只是咱即马工商社会无甲牛斗阵，所以咱无啥这个代志。所以咱过去迄个啥敬牛文化，人甲牛中间的一寡故事，我是足精彩。啊，这阮内底嘛有拢下去大家介绍这个物件。有影啦，真正这个真精彩这个故事，啊，希望。什么物件要传承吼，这个后一代咧，尤其咱讲吼做教育这代啦吼，啊有的这个都市人毋捌经手着亲像这款做事的这个代志，想要互因上大的价值，还是讲这个价值观，互因留伫印象的是啥物？哦，一个是感恩啦吼，这嘛是讲咱其实咱老岁仔拢会咱留一句，其实阮妈妈嘛头交代一件代志，讲卖食牛这件代志。有影。吼，啊卖为什么讲卖食？阮就好奇讲为什么卖食牛？伊就讲啊，过去恁阿公是饲牛的，哦，过去咱做田人拢是这只牛饲互咱食，拖咱食，所以咱卖食牛。所以其实这句话啊，伫迄个40-50岁起哩这样的人，其实拢捌听过，拢捌听过。啊，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心情，这嘛是咱台湾上特别的一件代志。吼，因为我看迄个全世界遮济所在吼，无食牛的国家啦吼，有3个啦吼。一个是迄个印度，印度因为伊是圣牛啦，伊是宗教原因无食牛。啊，佮伫个咱台南还有一个国家，伊无食牛，啊，伊无食牛的原因，因为伊是国牛，是因为迄个国王，迄个定法令，讲袂当食牛。啊，敢若台湾较特别就是讲台湾，嘛无人叫你卖食牛，但是你着家己做，就迄个感恩的心情，就一直传落讲，咱的时代拢会交代咱是时啊讲卖食牛。啊，只是讲因为是。迄个时代性无共，然后因为咱铁牛啊叫，咱的经牛叫铁牛啊取代了，这件代志才渐渐咧流失。所以一个是感恩的这件代志啦。所以我嘛希望讲，互大家了解这个代志，去看咱台湾过去300年生到什么情形，啊，咱来感恩这件代志。咱咧讲哦，这个台湾农民定讲家己是这个台湾牛，然后来草来磨，然后头拄咱嘛讲到，就是要怀抱着一个这个感恩的心理，然后对待咱的这个牛，啊，其实嘛是对待咱这个敬牛这个文化。今日非常感谢咱的牛公主郭冠英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感谢，谢谢。国泰民安农业兴，原亲老长台湾牛。今日台湾新一届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谢谢，多谢，感谢。啊，小我拍个网机。袂啦，你讲得足好个啊。你讲得足好。系啊，你嘛无宜兰腔呢？因为自细汉就住喺桃，虽然我宜兰人，但自细汉住喺桃。啊，甲国中才转去宜兰。国中才转去。啊，这个出来。才个出来。啊，大学才出来台北读册嘛。啊，台北读册了后就伫咧台北。啊，所以伫咧前几年才个转去宜兰。所以安尼，你讲已经转去到北东。被当差不多，这是多的。